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7月7日公視台記台下晡新聞，我是陳淑君。咱先來看今仔有啥物新聞重點。針對抵押油品爭議，總統賴清德強調講，一定愛追究責任。我幹嘛質疑中壢油脂4月就接到通知，哪達過才通報事實？這拄啊，後來從屏東東港海邊有一個高雄鳳凰高中棒球隊的球員渡水不幸過往。氣象署上緊會佇拜四、日四發布強烈風颱包圍的海上風颱警報。拜五、拜六風颱上倚近台灣，台灣各地風雨恐驚會真大。來看中壢油脂沙拉油抵押物質事件，閣繼續的傳燒。總統賴清德早起就強調講，食品安全上重要，所以應該停產就停產，應該落價就落價，一定愛追究責任。立法院國民黨團早起嘛開記者會批評講，消署一開始無隨公布所有相關的廠商的名單，閣想要暗崁。國民黨團是要求總統會室內行政院長落台負責。總統道歉，院長下台。立法院國民黨團星期日透早召開記者會，批評政府食安失靈，連學校的營養午餐嘛堆哩着濟。總統應該會室內，行政院長應該落台，因為中壢油脂大豆沙拉油驗出抵押物笨偏比，連水尾廠商泰山、福壽、福茂嘛對哩牽連着。互全台灣的消費者攏真驚。衛福部食藥署第一時間煞干那要求甲第一站的油品落價，其他的唔免，嘛無公布品項的名單，要安怎互人民安心呢？一副好像民眾自己會應變，地方自己會處理，長輩自己會保重，孩子自己會分辨。那請問，我們還要中央政府幹嘛？食藥署後來閣緊急宣布，有問題油的產品也是半成品，以油的原型出現，也是使用佔20%以上的問題油。比如講，沙拉醬等等的產品攏需要落價。根據台北市上新的稽查結果，賣場甲大賣業者攏總有12間，飯店、餐廳2間，還閣有42間學校，攏嘛甲有問題配合的油進貨。名單包括康達盛、晶華酒店、國光精華等等。前述名單全數皆已配合下架問題油品。衛生局會持續追蹤相關產品回收及處理後續情形，以維護民眾食品安全。台北市長蔣萬安嘛佇咧面冊講，另外閣掌握5間的相關業者，只要甲有問題油製造的食品有關係，無論使用比例是懸還是低，攏全面以風聲落價。也若導油的代誌是一直拖，總統賴清德星期日透早出席中研院的活動的時陣就講，食安的政策無讓步的空間，會下令追究責任，絕對袂放任。該下架就要下架，並且要求257家業者要主動公布他們的產品，讓民眾有知的權利。第4個就是該究責就要究責，絕不寬待。賴總統強調，面對任何的食安代誌，攏需要中方甲地方鬥陣來合作。這擺食藥署做的對策，嘛當看到地方政府配合稽查甲落價工課。說尾，政府要是會以食品安全第一、公開透明來維護民眾食品安全的目標。記者綜合報道。台北市、新北市甲台中市政府清早公告講，有131間學校甲台中1間實驗教育機構有用到出問題油，已經封存停用了。醫師嘛表示講，長期食到這款笨偏比，會造成基因突變，會增加癌症的風險。所以醫師建議講，民眾會當加掛食一寡菜色甲果子來代謝體內有毒的物質。中壢油脂生產的一批大豆沙拉油驗出抵押物苯便比超標，有1300棟供應予泰山、福壽甲福茂3間業者。學校的部分，目前台北、新北甲台中市府攏有清早嘛有公布受到影響的校園，攏總是有131間，甲台中1間實驗教育機構有用到出問題油，目前是攏封存停止使用。在市府的官方網站嘛，攏有公告，什麼學校有使用到有問題油，互民眾通查。截至7月5號，教育局已清查轄內學校午餐及幼兒園供餐情形，有39所學校及1所實驗教育機構曾使用相關問題的油品。教育局也將啟動專案稽查戶團膳業者及學校辦理現場督導及盤點，並要求團膳業者及學校落實自主管理制度，嚴格把關，持續配合調查進度。這間沙拉油驗出抵押物苯便比，每公斤有到8.1微克，已經超過咱國法定標準的2微克。有醫生表示，苯便比去 WHO 下底國際癌症研究機構來列做一級抵押物，已經過人體代謝以後，會變做有活性的代謝物。若是食長期，可能會甲咱人細胞結合，造成基因突變，也閣有增加癌症風險。醫生是建議民眾會當加食青菜水果來協助代謝。
它本身是脂溶性的化合物，所以民眾如果擔心說，我過去有沒有可能不小心誤食到本片皮的油品或加工食品，建議說多吃一些高纖維的蔬菜跟水果，就可以幫助我們身體把它代謝掉這個脂溶性的化合物。醫生嘛提醒民眾，尤其是有新的婦人人甲幼嬰囡仔，要特別注意，因為幼嬰的肝臟解毒能力甲 DNA 修復機制也無遐好。若陣出來有政府公告講有帶本便皮的油，醫生是建議唔通閣食。記者盧尚珠、鄭俊堯特別報道。拄仔迄熱就傳出講有學生墮水的意外，昨下晡佇屏東東港南邊的海邊仔有3個高中生去耍水，其中有一個去互海洋假去，不幸過往。這個學生是高雄普門高中棒球隊的球員，平常時是住佇高雄，迄熱轉去東港看阿嬤，甲朋友去耍水，無想到講就發生意外。救援人員趕緊做 CPR， 爸母和同學佇邊仔大聲喊，希望醒過高中生趕緊醒來。初五下晡3點外，屏東縣消防局接到通報，東港的南平沙埔有民眾耍水時，互大湧假去，隨出動消防車、消防船和無人機，以及人力救援。5點外找到17歲少年，送病院了後嘛是不幸死亡。17時07分發現溺者，男性約17歲，歐卡。上岸後由東港分隊救護車送往輔英醫院急救。根據了解，這位細過17歲少年是高中棒球隊的學生，過去要升高三，後來轉來東港要看阿嬤，因為和同學小少去沙埔行行看看，結果發生意外。附近的民眾表示，因為南平這的海錢為做1塊1塊，若保留的是海水面會有暗流，影較大若無細雨雨拍落去，會收袂轉來。伊個潮流啊，係啊，伊個更啊，所以。伊又更出去，啊，個更入來。寒暑假叫囡仔唔好去生做人吵死唔捌啦。嘿，啊，所以講做危險的愛家先擋住。都好啦，啊，算歇落轉來啊。有啦，迄個瞓轉啊，因做食飯的啦。哦。甲因是大人，甲因朋友也是大人，也食飯的。初六早起，家屬有到殯儀館，檢察官嘛到現場實驗遺體。家屬因為傷過傷心，唔願意互外界攪擾。消防單位提醒，最近受風颱外圍和西南風影響，各地海岸風險有較強，海象變化緊，民眾要耍水要注意安全。記者柯明哲，屏東報道。來關心超級風颱鮑威爾閣繼續在增強，上大風速已經挖近1點鐘290公里了，陣風的速度甚至有350公里哦。今仔透早登陸北馬里亞納群島上南邊的羅塔島，美國國家氣象局是警告講，鮑威風颱有可能會造成真嚴重的損傷。關島抑閣巴馬里亞納群島繼續透大風、上大雨，大路頂的車減真濟，當地民眾無用咧固定門窗，商店的出入口封起來。警方是繼續巡邏，大聲放送愛民眾做好防台準備。I don't think anyone can ever really be prepared for typhoons or natural disasters, right? But with our current situation and how hard our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all our volunteers are doing, I think that after this storm, we will be at least a lot safer. 美軍聯合風颱警報中心講，鮑威最近這幾日的路草明顯偏西，上大風速接近每1點鐘290公里，陣風閣高達350公里。嘛，在禮拜一透早登陸巴馬里亞納群島上南邊，超15人的羅塔島。美國國家氣象局警告，若是鮑威維持目前的強度，當地厝頂可能會起掀起，壁倒樹仔，抑閣有電火條啊，可能會倒落來。部分的地區甚至會熄電幾禮拜到幾個月。啊，若關島的政府已經提早開放避難中心，全面來戒備。特別注意的是，即個受到鮑威影響的關島，巴馬里亞納群島的天靈島，攏有設美軍的大型基地。巴馬里亞納群島的塞班島，這個機場甲港口，也是美軍戰略的前進基地，也閣有演訓的重要據點。另外，梅沙這粒風颱是甲中國南部掃甲如蒼蒼。廣西的鳳岡城市，初六變大雨，變甲市區規個做大水，街仔路抑閣有真濟車攏去淹去，規個水閣淹到大人的腰。啊，若居民着愛撩水撤離，救援人員出動手丁船，一號一號去找，甲民眾救出來。啊，若氣象單位繼續發布警告，提醒民眾着愛防內山出水，抑閣有土石流。公視新聞，陳秋梅編譯。
再來看，這今年第9號的強烈風台巴威，雖然離台灣閣真遠，也毋過強度甲暴風圈閣會繼續增強。氣象署嘛指出講，風台的結構真完整哦。上緊拜四就來發布海上風台警報，拜5、拜6是上倚近台灣。台灣各地風雨恐驚攏會真大，所以氣象署嘛呼籲講，愛做好準備。這幾天的天氣是真燒熱，到拜三之前攏是這款熱人的天氣。不過氣象署提醒，要真少觀察強烈風台巴威的路線。目前風台離台灣有2700公里遠，預估這個拜5、拜6會上倚近台灣。雖然強度會小可減弱，不過暴風圈的範圍也是較大。按算禮拜，風台才會漸漸離開。在8號之前，大致上是以穩定西進，受太平洋高壓南側的導引氣流影響。不過9號之後，慢慢的會往比較偏北的方向去移動哦。我們可以看到，其實靠近台灣的時候呢，整體的誤差範圍都還是比較大的，所以它偏東偏西其實都還是有比較大的不確定性。不過有限於這個颱風的強度比較強，大小也比較大哦，所以說它在靠近台灣的過程當中，一定會影響到台灣，為台灣帶來一些風雨。氣象署表示，受到風台巴威的影響，拜三開始，基隆北海岸、東北部沿海甲恆春半島可能會有大雨。氣象署預計會佇拜四發布海上警報，若拜5、拜6巴威上倚近台灣的時，台灣各地的風雨可能攏會足大，尤其是北部甲外山區可能會落大水雨。10號、11號呢是受到颱風最明顯的一個時間點哦。我們可以看到全台各地都容易會有下雨的狀況，在北部地區、中部的山區，還有東北部地區，可能都要留意會有豪雨、大雨或豪雨的狀況，所以要提醒在北部山區還有近山區的朋友，一定要留意這波帶來的雨勢。另外還有風勢也會有比較明顯的影響。也若拜1到拜3，受到太平洋高壓的影響，各地也是真燒熱。氣象署表示，在雙北地區、東南部外山區、甲花東暢國，可能會有36度以上的高溫。過到了後，北部、南投、甲山區可能會落局部短暫的雷公風。氣象署也提醒民眾，趁拜1到拜3的好天，檢查排水的設備，把扛棒固定好勢，做好防災的準備。記者郭耀基、謝桂玲台北報道。6月底落大水後，台南的三亞溪溪水溢出，造成太乙工業區附近做大水。即馬又有風台要來咯，立法院的經濟委員會今仔嘛落南去考察。台南市水利局是向中央來爭取20億要治水防災的經費，望講會當預防閣再淹水。大雨一直平，車路直接變大海。頂個月26日，台南三亞江溪水頭集水區24點鐘累積雨量高達353毫米，超過10檔防洪標準的設計容量，致使三亞溪水位漲起來，差一點仔崩壞，造成太乙工業區、仁德交流道東區甲永康部分區域積水嚴重。為此，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初6下早落南考察風信整備工課，採取先甲爆花貼懸30公分的應變措施。爆花加懸30公分這個部分，我有甲區首長攏有討論，我認為這是可行的，所以先做。未來陣有需要，這市阮的補攏無要緊，大家來鬥相共。其實在4點那時候剛好開始滿潮，所以一路。完全沒辦法控制所有的狀況，規個攏中啊，所以這個部分就是那個瞬間的雨量，所以這都是我們現在要去解決。淹水過後，台南市政府水利局嘛調查各地高淹水的所在，甲中央爭取20億的經費，採取防堵甲疏浚並進的方式，提升台南整體防洪標準。另外，因應巴威風台倚近，台南市政府近期嘛啟動下水道行透透專案，深入地下水排水系統進行全面檢查，確保風信期間排水系統的運作。比較容易淹水的熱點，展開縱走的一個復查，包括下水道跟排水系統有5點多萬立方的清淤量，還有長達336公里的清淤長度。面對極端氣候愈來愈頻繁，台灣必須建立更加完整的防災應變機制，提升面對極端氣候甲重大災害整體應變能力。記者綜合報道。再來看，訴訟時分段依托米子佮塞車，造成真濟意外，問題是真嚴重。高安局指出講，依托米子原料主要攏是對中國走私進口的，佇台灣加工製造。高安局長蔡明安嘛表示講，會來甲國內外相關的單位交換證據，賣利用無人機等科技來進行調查。
最近這幾年，新的毒品是愈來愈濟，嘛，互食毒賽車的代誌，達不時就咧發生。其中一級的毒品依托米劑做的鬆屍分段佔上濟。對着這件代誌，國安局講，相關的原料主要是按中國走私入來台灣製造。情資往來部分，其實我們有很多情資到大陸去之後，那目前大陸都沒有積極的回應。所以我們也是希望透過各種管道來共同來打擊這個毒品犯罪。在毒品的資訊的流通，在暗網上，那它有很多的資訊的討論。那這部分我們怎麼樣能夠來做相關的部署？我們的反毒課程裡面也私訊我們的國安情報團隊來操作無人機。為着防止毒品繼續入來國內，國安局長蔡明彥表示，會甲國內外機關做精緻的交換，嘛協助建置無人機等等科技偵查的方式。蔡明彥嘛坦白，目前毒品濫散用的問題已經是正做國安問題啊，無排除是中國複合式施壓的一種。啊，若是國安會秘書長吳釗燮進前就講，中國最近的沿堤島鏈部署超過110隻的軍艦，數量已經創歷史新高。每年大概7月到9月，本來就是共軍，特別是在戰區層級例行軍事演訓的一個熱季。事實上，現在在西太平洋大概就有4個中共的海軍的一個編隊在進行活動。中共在海上船艦的動員，確實是有升高的趨勢。中國甲羅西亞按7月開始要舉行海上聯合演習，蔡明彥講已經事前向大總統報告，賣甲國際盟友保持情報合作，斟酌觀察代誌的發展。中共的國防部是在7月5號對外做發布，但事實上我們在之前的國安例行的會議，大概都有掌握相關的趨勢。西北省份的一些相關的基地，他們都有打造一些包括台灣都市的一些建築物，甚至還有外軍的一些船艦的模型，在進行一些導彈的測試，整個戰損的情況，可以來了解它相關的一個導彈命中率，還有那個擊毀率。另外，中國官媒央視閣一解公開解放軍佇內蒙古朱日和基地演訓的畫面，背景好親像出現仿造咱國總統府的建築。蔡明彥強調，會繼續甲因監測來了解狀況。記者綜合報道。來看一幫中信兄弟的啦啦隊員受到迷眾的攻擊，雖然咱國內有警種燒了法，也毋過官方統計，去警察局報案了後，平均就要等要12天，才會寄出書面的警告。若要申請保護令哦，至少就要30天以上。有立委就提案修法，要來增加緊急保護令的制度。若危險的程度高，4點鐘內會當摕到保護令。起用了的這個查甫人涉嫌舉刀仔攻擊啦啦隊的隊員，目前還是封羈啊。毋過這個迷眾攻擊藝人的代誌，互大家佇咧討論金鐘騷擾防制法敢要修法無？有立委就提案，會當比較家庭暴力緊急保護令的制度，經過檢警提出申請，懷疑認定有級別性的危險，就要佇4點鐘內緊急核發。受到騷擾要達到保護令的時候，加上我們的書面告誡，要長達45天的時間才能拿到，時間是不是過久？我們必須要先通知被害人，通知加害人來提出對那個被害人他的申請書來提出意見。那我們當然就是需要一個通知，還有等待他回應的這一段時間。金鐘騷擾防制法起稿已經5冬多，根據官方的統計，全國警政單位受理報案了後，平均都要開11.9天才核發書面的警告。也若一般保護令的申請拖閣較久，平均要超過30天以上。雖網講內政部回應，有9成以上的金鐘騷擾法的案件，佇咧互因書面的警告了後，就無閣做啊。毋過相關的保護機制，表示防制期有真濟不足。嘛有立委提案，甲金鐘騷擾法性甲性別這項構成要件篩掉。符合社會通念的案件，可是，在司法的見解上差異極大哈。現在在第一線的困難就是性或性別相關到底怎麼認定，標準不清楚。我們大概7月份左右，就這個指引，這個整個的整理資料就會構成要件的指引就會出來。有立委就認為，有真濟金鐘騷擾法的案件已經有認定標準無同款的問題，都驚有被害人無妨保護到。建議甲性甲性別台獨，毋過內政部是反對的立場，表示要驚若是台獨為校園霸凌、通課場的排斥、厝邊糾紛等等各種人際衝突，全部會加做伙，可能會影響到第一線的事務運作。記者綜合報道。
台北馬偕病院哦，今年5月受到海客攻擊，病人的個資外流。馬偕病院今仔嘛發表資安的白皮書，嘛來辦理實證演練的研討會。總院長張文涵表示講，病院建設新一代的醫療資安聯防監控中心哦，會當24點鐘來進行資安的監控。馬偕紀念病院今年5月去予海客組織講，已經摕到醫療資料，而且甲一寡記錄公開。迄時馬偕病院隨甲台北市調查局報案，進行全體系資訊安全維護，含定期甲無定期內部查核。因為資安是介重要，馬偕病院冊內發表資安防禦體系建置白皮書，擴大專警的管理。本身把所有的這個電腦全部都加上防毒軟體，好最新的防毒軟體。那另外第二步呢，我們也請了防毒公司，針對我們外部那針對進到我們醫院網站的部分呢，都會進行篩檢。那每一台伺服器啊，本身也會加上一些相關的流量的監測。馬偕病院總院長張文涵表示，毋望用白皮書甲資安防護行為變作是病院內底重要的文化，嘛互員工佇咧使用資訊軟體時陣，就會當有危機意識，避免產生更較儕人碰。因為網絡威脅行為複雜多變，馬偕病院已經用零信任架構建立新的醫療資安聯防監控中心，24小時無死角監控。我們目前也是定期、不定期的做我們所有資訊的一些防護、防查，看我們的一些治安的一些漏洞在哪些啊，適時的做一些防護。馬偕病院資安長就表示，接看的網絡攻擊，包括使用者佇咧使用部分網站的時陣，去用偷摕相關的資料，再擱利用相關的資料入去病院。不只個病院內底嘛有應變措施，避免發生駭客攻擊的時陣，會當隨甲電腦切掉，互工課繼續運作。記者綜合報道。來看今仔台股收盤是咱224點，指數是收佇46556點哦。台積電收盤是2460塊起15塊。今仔的成交量是一條196億。有數字嘛指出講，中央銀行今年到單定期存單還未到期的，是比去年同期大約減少一條的代票。外界嘛認為，這個資金哦應該攏到股票市場咯。也毋過嘛，學者是正煩惱講，資金哦上過集中佇金融市場，會減少對產業的投資，影響到經濟發展。台灣產業基本面正強，卻出現資金較暗的狀況。根據中央銀行今年以來定期存單未到期的餘額，也就是央行目前甲各大銀行到保管的額外資金，對去年底的7兆4236億，一直到7月初3降到6兆3159億，出現明顯的下降。頂半年就投放資金超過1兆。我們會希望我們來更進一步的來掌握。這個信用擴張的一個問題。早在央行第二季理監事會議，總裁楊金龍就強調，會密切注意市場信用擴張的狀況。外界解判這波的資金較暗，唔是市場無錢，是資金攏流去股市。學者是強調，資金下客效應愈來愈強，嘛牽連到4代同堂、6代同堂、房地產白痴等現象。不管是房貸、中小企業的放款，等等這些融資呢，可能都會受到間接的影響。因為對銀行來講，很多資金都借出去了，所以當它資金相對比較緊俏的時候，它的各種借貸的審查就會變得更加嚴格。長期下去啦，對我們整體的這個產業發展也會產生不利的影響。市場資金一直流向股市，七大台股加權指數開懸來到46897點，盤中上懸捌稱起到47395點，隨着探錢了後出現賣壓，隨個反烏優回，看到股台積電是維持高檔震動，盤中上懸來到2500塊。亞洲主要股市起落真明顯，日經指數盤中捌大起超過1000點，南韓綜合股價指數是開懸走低，捌博到將近100點。市場嘛攏咧注意台積電7月16日的法說會，紅看做是觀察下半年半導體景氣的重要趨勢。是在毛利率能否突破歷史的一個極限？那麼這項指標呢，不僅是反映台積電先進製程定價權的極致的一個展現，那更是檢驗全球呢 AI 晶片的一個需求是否還能夠維持火熱的一個關鍵。專家分析，人工智慧晶片需求愈來愈強，也是提升台積電營運成長的主要動能。隨後先進製程、先進封裝、產能有限，加上電力成本增加，和台積電傳出有意思調關計數。不過，若法說會閣一屆展現毛利率的成果，就當繼續穩定市場的信心，嘛為下半年半導體產業景氣增加動能。記者綜合報道。
再來看基隆市有準公投幼兒園有家長指控講教保員虐待囡仔。基隆市政府今仔是按照第一階段行政調查的結果來公布涉案機構的名，甲2個涉案教保員的名。現階段工作重點仍以協助受影響家長及孩子需求為優先，對於各界意見尊與尊重。市政府強調講，依照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40條，所以公布2個涉案教保員的名甲機構。按算講明仔載會閣來開會來審議第2階段的行政調查的結果。市長謝國良今仔暗時嘛會親身來向家長說明上新的進度。這2個教保員嘛分別分發40萬，1世人攏袂當個聘用，負責人嘛發6萬塊，幼兒園就愛停招1檔。再來看，伊攏從最高領袖哈米尼的國葬，對7月初4開始哦，連續辦6天。哈米尼的3個後生，閣有100外個國家攏有派人去參加。也毋過，接連伊攏最高領袖哈米尼的後生穆吉塔巴，到今哦，閣毋捌有公開的行程，喪禮嘛還未出現。在伊朗首都德黑蘭的伊瑪目霍梅尼大清真寺，初5入暝了後，也是有真濟來參加前最高領袖哈米尼國葬的民眾。伊朗官方表示，對初4開始連續6天的國葬，預計會有1500萬伊朗人出席。國葬大典的主持人是伊朗激進派詩人拉蘇里，公開發表要刺殺美國總統川普的言論，引起現場民眾激烈的回應。از این به بعد کفن جای جام بر تن ماست قسم به خون تو قتل ترامپ گردن ماست 今年2月28，哈米尼和美國、以色列聯手甲崩死，國葬延至4個月才舉行。初5包括伊朗總統等等真濟現任的高官，也閣有哈米尼3個後生穆斯塔法、馬蘇德、梅薩姆攏有出席。敢若接任最高領袖的後生穆吉塔巴也是無出現。有消息指出，56歲的穆吉塔巴佇個甲哈米尼共一場空襲當中受重傷，目前是重度昏迷的狀態。上無有一隻骹腿已經無去，目前是靠呼吸器咧生存。佇個哈米尼國葬典禮現場，麥當看到民眾甲要對川普不利的旗仔壓懸懸。You look at Venezuela, you look at Iran, we wiped out their military. 美國總統川普初4佇美國250年國慶演說當中，閣再講到美軍的軍事力量有通好征服任何國家。針對哈米尼國葬，川普接受專訪的時，閣再口說，醫生表示美國和伊朗放1禮拜的假去辦喪禮，也閣質疑伊朗的民眾是咧假好。伊講美國開一槍，就會當解決伊朗全部的官員，也毋過美國袂動手，若無就無人來進行談判。伊嘛講伊朗當咧祈求達成協議。公視新聞景元慶編譯。過來消息來看，有朋友的唱水業者張出遊客去唱水的時，發現有2隻海龜互魚網仔纏牢的哦，趕緊去通報。這馬海龜嘛已經互送到收容中心了。記得不好？好厲害！目睭金的船長將船回轉到300公尺進前的航線，可能發現2隻40到50公分的海龜互魚網仔纏牢咧。好可憐，我的天哪！我們說誰？對不對？說誰在說句淒美。互魚網仔纏安安，海龜袂頂袂當，民眾趕緊加開魚網仔，發現其中1隻互網仔鎖佇暗棍，無確定2隻海龜是毋是受傷。船長趕緊通報相關單位，將海龜送去驗傷救治。看是不是漁民拄啊繁忙，還是什麼忙去釣了，水釣捕獵的，因為它完全沒有外傷啊，而且活力很好。今天先觀察，明天再來做測量跟一些相關的事情。救援海龜的船長是經營澎湖7米南方數島唱水的業者，伊講已經幾啊擺經驗佇海上救援海龜。這2隻海龜，一隻是青龜，一隻是玳瑁。這擺及時救援，避免因地量的過程被嚴重刮傷。不過海底廢棄的魚網仔常常困住真濟生物，和海洋生物除了天敵以外，佫增加真濟生存危機。記者綜合報道。再來看彰化市哦，佇頂禮拜是有學生啊，互流浪狗仔虐，佮互咬着傷。昨佇彰化的埔心鄉哦，嘛傳出講有民眾互3、4隻狗仔虐嘛着傷。東方所是表示講會隨派人去了解，嘛來評估講看敢要拜託清潔隊去掠狗仔。
民眾的手、下骸攏有齊齊刺傷，趕緊叫救護車送病院醫治。中華保險有民眾佇禮拜下晡要去公園運動，向有龍洞狗撞出來落人，民眾驚甲用走的，卻無細緻跋倒，身軀頂有未少刺傷。那群流浪狗就突然衝過來咬我，就其實想追我，然後沒有追到，然後我就邊跑邊往後面看，然後就自己跌倒，蠻恐怖的。因為被狗追跌倒，造成下巴跟右手擦傷。我們立即幫他做清洗傷口、包紮止血，然後送往醫院接受處置。民眾互狗仔掠着驚，跋倒着傷，加在附近有其他民眾鬥相共，敲電話叫救護車。民眾就講，這附近上無有7、8隻龍洞狗，平常時有人固定來這裡飼狗，而且發現狗仔流浪的公園邊啊，就是國校，都驚會有公共安全的顧慮。每天都會有一台白色的車去那裡餵他們吃東西，不要再餵那群流浪狗了，因為會讓他們認為公園就是他們的地盤，這樣讓我們去運動的人都覺得提心吊膽。這些狗超多隻了，有時候7、8隻以上，無縫國小又在旁邊而已，血統安全問題，所以一定要注意。彰化市頂禮拜四才發現狗仔流浪，甲人咬着傷的意外。禮拜佇保心佫傳出民眾互狗仔掠甲跋倒着傷。東方所表示，拜一會派人去保心了解狀況。目前針對有民眾咧飼狗仔的行為，並無違法，敢來當可勸。另外，經過評估，若有需要，而且當地清潔隊適當掠狗。記者楊淑晴彰化報道。來看華人的轉運站，最近有一隻貓仔叫做兩塔，伊佇一冬前因為佇車頭偷食物件，互發現，後來員工決定講要做回來飼，互伊住佇車頭。無想到講兩塔真乖真古錐哦，會倒佇櫃台上班，寫真濟乘客攏來翕相，嘛真做是轉運站的名冊咯。為什麼人上班唔免做工課，只要倒佇個櫃台，結果古錐就好。來去的旅客看到伊，佫會挖過來甲伊翕相。車站的員工佫是甲伊當作寶，一個上班就先走來個婆婆咧。現場看到覺得超級可愛，超級可愛，而且很親人哎，都不會怕生，整個晚上都沒有看到我們，所以他就會看我們會特別的熱情。對，現早上班的時候。其實這隻感覺是個貓仔，一冬前佫咧流浪，因為偷食站內賣魚仔去互發現，因為佫是幼鳥，站內員工煩惱伊活袂落去，所以就甲伊收養，號名號做兩塔，互伊住佇個車站，想不到變成車站的名稱。我們沒有給他太大的壓力哦，在跟着我們的工作，然後他可以撫慰到旅客，然後也可以撫慰到我們所有同仁的工作的情緒，那讓我們的工作的氛圍也特別好。轉運站強調，因為考慮動物的情緒甲壓力，所以袂予兩塔一直踮佇個櫃台。毋過為着要服務關心兩塔的旅客，所以成立賣獎專業，予兩塔值班的消息會當佇社群平台公布。毋過請旅客甲貓仔互動的時，千萬毋通黑白飼食物件。記者綜合報道。來看一個住佇高雄市前鎮區振東一家姓林的查甫人哦，伊佔用徛喺1樓外口的公用地大梯厝，2樓的厝邊是真不滿哦，去檢舉雙方起衝突。這個姓林的查甫人是破壞厝邊奧多拜，佮甲伊的物件弄破，互警方移送法辦。工務局嘛表示講會甲梯厝拆掉。我哪裡？穿烏衫的人歹穿穿哪面哪甲人的花卡，奧多拜攏沿路倒，受害老小姐未堪為忍，隨報案。這是高雄前鎮振東一家巷仔路，因為新搬來1樓住戶要甲頭前的長久地摕來做私人用，愛厝頭家來搭鐵厝。住2樓的老小姐無當機去甲市府檢舉，市府認定違建袂使施工，想要到1樓住戶的朋友，所以用這款的方式來提議出氣，也互警方依法上班。他那個時候當時在施工。然後那個檢舉大隊來說，哎，你這個是違建，不可以施工，有人檢舉你。然後他們聽了就星期五，他說好就不可以違建了嘛，他們自行拆除。自行拆除之後，就導致這些事情發生。全案調查後，依觸犯刑法、妨礙自由、恐嚇及毀損等罪嫌，依法移請台灣高雄地方檢察署偵辦。現場實際甲看，振東一家這條巷仔路，住1樓的人強要逐戶攏有搭鐵厝來使用。對此，工務局表示，將鐵厝捅出來深度超過120公分，攏是違建。當時厝主講，是因為厝骹環境日頭傷炎，才想講要搭鐵厝來炸熱。即擺代志變安尼，看市府安怎講，伊就安怎配合。樓下當然很熱，當然會受不了。他會跟我說太熱了，所以說我屋主處理，我一定要幫他處理一點事情。結果他也不讓我處理啊，那我就收起來了，不處理了啊。尚未依規定拆除，將依法進行強拆。另外提醒民眾，
在101年4月2號後新建之違建，皆為優先拆除對象。教務局表示，原地要增建的梯次已經認定違建，要求停工拆掉，切會去復驗。若是無拆，就會強制拆除。記者柯家族、邱超雄、高雄場報道。來看桃園的南門市場，火材料訂起，今年2月閣再開始做生意咯。也毋過，未少民眾是反映講，附近的人行道攏會擺搭是真惡行哦。警方嘛表示講，今年的頂半年已經有處理172件，未來嘛來加強巡邏。市場的販仔擺搭佔用人行道甲走廊，桃園南門市場經過火災重建，市府啟動原地復原工課，甲4個位道路的標線重新規劃，水溝改善，閣採幾若支路燈。今年2月頂棚，最近有真濟民眾反映，市場附近的文化街、南華街，這個搭定定佔用人行道，影響交通。擺太出來會抓了但是沒有那麼嚴重像那個路頭、那個警察都會來。抓得蠻緊，抓蠻緊。你怎麼看攤位的東西都擺到人行道上？就是轉角這個地方有斑馬線，那個賣花的，它稍微推一點點，也就好了。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就表示，最近防檢舉的文化街佔路的一寡單是無屬於南門市場範圍的單，所以講算是道路違規設單，和道路甲交通執法權責有關係。經濟發展局嘛會繼續甲市場的單宣導。針對違規攤販的部分呢，經發局已經請轄區派出所及分局加強取締。那在這邊也要提醒相關的攤販，在擺攤的過程當中，要合法合規，在適當的地點擺攤，以免觸罰。自今年2月，迄今共取締172件，依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2條之1規定取罰，處罰新台幣1200元罰鍰。針對南門市場附近違規設單的亂象，桃園警分局就指出，今年2月到6月，平均每個月處理16件到34件，7月逐工攏處理。無到1禮拜，就已經32件，攏會依照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來舉發。未來嘛會繼續派警察來加強巡邏，讓交通更加安全。記者綜合報道。苗栗頭份交流道附近昨暗有民眾看到一個8、9歲的囡仔，是一個人走佇快車道的頂頭，附近的車是攏駛甲真緊哦，實在是真危險。另外，佇國道1號台中台藝路段，有民眾翕到一個查甫人，伊嘛走佇高速公路的路徑。警察是表示講，會來找出這個民眾開6000塊的罰單。行車記錄器翕到車只拄到苗栗頭份交流道，準備駛入快車道，雄雄就撞出一個真細粒子的查甫囡仔，無大人佇邊仔看過，佇咧內線酷酷走，尾也閣下過馬路，互駛車的人真正攏驚甲趕緊閃，看到的民眾嘛驚甲流凊汗，講實在是。太危險了！第一次看到這種很誇張，小朋友在馬路上奔跑，又在接近是傍晚的時候，車輛很多的時候。如果家長沒有好好的照顧，我覺得這真的是太扯了。民眾普遍講，初5歲阿嬤駛佇咧苗栗頭份交流道附近，發現講這個查甫囡仔，家己一個人佇咧車道咧走，佮下過大路去到對向，加載無發生意外。警方表示，目前無接到報案，也毋過賣調監視器來追查。不過，立法聯盟就表示，除了囡仔危險認知能力要加強以外，監護人嘛要負起相當的責任。孩子他可能不是故意違規的，但是因為他們缺乏危險判斷跟衝動控制的一個能力哦，所以呢，在這個道路上面奔走，確實是有非常高的一個風險。兒童跟家長都需要我們在教育的一個過程，讓他們理解到道路上面的一個風險。另外，在台中，初5尾暗5點外左右，有民眾駛車駛到國道1號上北171公里大個所在，也就是台中台藝這個路段，發現在內側的路徑有一個查甫人佇遐咧撞，邊仔車攏是用破百的速度安尼咧駛過，畫面看起來實在是足危險。如查證屬實，將依道路交通處罰條例第33條第4項之規定，自單舉發，處行為人新台幣3000元以上至6000元以下罰鍰。警方講會調電眼來確定行為人，嘛依法來開罰。兩件代志雖然攏無發生意外，啊，毋過攏影響道路安全。記者綜合報道。再來看新店地檔有一台貨車哦，車後斗關無好勢，一台剎車就落佇車路頂頭，加在後壁橋倒擺民眾是有閃過，才會無出車禍。警方嘛提醒民眾，車頂物件一定要固定好勢哦，違法相當會當罰100塊。
暗時騎車佇半路啊邊啊，向陽有一台貨車駛過去，詳細看貨車的後車道完全無關，而且車速閣真緊，就安尼沿路超車，過無偌久，貨車頂懸竟然落一台剎車啊，落在路中央，後邊奧多拜看到趕緊閃開，險險啊弄到。後面來的車根本來不及反應呢，而且晚上人家總會想到說有東西會掉下來。貨車正常你要把它綁好才可以啟動，不然會造成人家事故。代志發生在新德縣德東鎮中興路，根據了解，這台貨車是附近一間賣酒的店家的。迄日新來的員工對貨車無熟，再無甲後道關好勢，店家有會識的，也講會對員工做教育訓練。警方提醒貨車哪駛哪落，相當罰萬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可處汽車駕駛人新台幣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罰鍰。本分局呼籲駕駛人應妥善固定所載貨物，避免行駛中掉落，危害交通安全。警方將持續加強取締相關違規行為，以維護用路人安全。警方提醒駕駛駛車，不管是攏愛注意車輛狀況，車頂的貨物擺會固定好勢，若無唔奈害別人危險，也會害家己食罰單。記者杜君和新竹報道。華信航空是咱國內唯一有飛高雄、台中往來花蓮的航班，也毋過這兩條航線，這麼濟人是愈來愈少，逐當攏了錢。華信航空嘛拍算要停飛，民航局嘛證實講已經有收到申請的資料咯。國內航線高雄到花蓮甲台中到花蓮航線可能加入歷史。獨家經營這兩條航線的華信航空內部數據顯示，高雄到花蓮航班平均載客率干了2成，台中到花蓮差不多3成。實際問台中旅客這意願並不懸。因為現在台灣的那個道路蠻方便的，開車就是自由性比較充足。本身是沒有坐過這種航空，也沒有飛過花蓮，都是開車過去的，所以覺得沒有什麼差別。華信航空董事長陳大軍進前講到，國內線載客按9成以上才會拍平。高雄到花蓮甲台中到花蓮兩條航線每年了7000萬，希望透過停飛，將運量刷到需求客觀的離島航線來前幫。學者分析，雖然過去這兩條航線包括3間業者共時咧飛的黃金時期，不過這馬提供路條件的進步，航線的市場需求比服務性質客觀。平均的載客率可能也差不多就是在2成左右，所以整個經營層面來講的話，事實上就是每飛一班，它就一定會做虧損的這種結果。那甚至於說，這個航班因為必須要去執行，所以反而在離島的部分，可能有一些航班的調度就沒有辦法去同一個時間來兼備。希望還是能夠保留這2條航線。好，那不管是以中央的財政資源或是地方支持，不一定鎖定的是台灣國內的客人，也許我們也可以鎖定國外的客人，從高雄跟台中入境的。花蓮旅遊業者透露，其實台中航線、高雄航線帶來唔那是國內客，也有機會帶入來台的國際旅客。去年開始就一直努力，希望透過旅遊商品優化甲異業合作，引來乘客。遺憾業者也是選擇申請停飛。民航局表示，已經收到華信航空函報暫停飛這2條航線的資料，來檢視業者提出的說明資料。依照規定，暫停終止國內定期航線進行愛檢附乘客處理機制，報請民航局核准交通部核准。核准期開始60天了，將暫停或者是終止。記者綜合報道。大腸癌是國人10大癌症死因的前3名，少年人治療大腸癌的比例有增加的趨勢。台大病院甲輔仁大學中華基督教甲成功病院合作，佇大腸鏡檢查後來增加 AI 的輔助系統，讓大病有血陽性的高風險族群，癌症病變的腺瘤偵測率會當提升。100個檢驗的民眾大約會發現8個人有癌症的病變。癌症連續44年是國內10大死因的頭名，其中大腸癌長期排佇咧10大癌症死因前幾名。不過大腸癌若是會當量早發現，切除癌症腺瘤，都有機會降低著癌的風險。針對使有癌血驗到陽性的大腸癌高風險族群，台大病院主導下病院研究，利用 AI 即時輔助大腸鏡檢查，拜公布研究成果，證實 AI 會當找到更加濟腺瘤。那總共是有1300個受試者。那接受這樣的檢查，那這樣的檢查裡面呢，就是除了我們現有的一個
內視鏡的一檢查之外呢，還有用 AI 的一個輔助哈，就是 AI 再去加強識別，那可以看到更多的這些癌前病變。在使用 AI 輔助的這邊，那比這個沒有用 AI 的那高了大概5%哈。那找到的腺瘤性息肉的顆數哈，那平均每一個病人會多0.2顆。這個下病院的研究是甲研究分做 AI 輔助大腸鏡，甲一般大腸鏡兩組做比較。病院發現 AI 當替醫生找到更加濟癌前血瘤，血瘤的偵測率為57.4%提懸到65.3%，所以有 AI 到3工就能降低新醫生檢驗的時漏交期的幾率。有一些年輕的醫師借用這樣子的 AI， 它可以快速的提高他們的能力，來達到跟年長的醫師、資深的醫師的能力是相近的。台大病院表示，研究成果已經刊登國際重要的醫學期刊，代表研究是經過國際審查，得到國際醫界的肯定。不過，這項 AI 輔助大腸鏡未來要安怎實際用佇病患，甚至列入相關的政策部分，又要等衛福部進一步評估決定。記者郭金陽、王志剛台北報道。來看嘉義市公車遺珠啊，最近哦，佇網絡有真濟人嘅討論，因為有民眾翕到袂少看起來親像生菇嘅相片哦。客運業者是表示講，會來看安怎來清潔，若效果無好，就換新嘅。冷白色嘅公車頂面，密密實嘅污點，那親像是生菇共款。互人坐嘅所在，嘛有一沓一沓垃圾嘅所在。民眾佇網絡發文，講嘉義市嘅公車頂面，攏看到這種狀況嘅以啊，質疑相關單位敢有咧注意衛生嘅問題。上車看到只有用站的，根本就不敢坐，因為下去之後，到底有沒有傳染還是怎麼樣的話，會心生畏懼。尤其現在傳染病這麼多哈。應該不像是發霉了，它是算是比較髒污垢而已啦，對吧？還可以的，因為最近下雨嘛，說不定那個已被有那個油垢了，但至少還要清一清啦，觀感比較好。客運公司出面表示，車內環境除了司機逐工會來摒掃以外，下班時陣嘛有車專門的人來做清潔。因為這款椅仔色水較淺，所以若是民眾的手也是頭毛淡淡，較會有掉色的狀況，不是遺珠來生菇。乘客的頭髮髮油啊，造成一些椅子上那個吸附它所致啦哈。那駕駛部分是我們每天都要定期在清潔，好，那它清潔部分可能是在表面上清潔而已，然後可能滲透進去，所以米色的座椅就是比較容易凸顯這個髒污。因為即擺有民眾反映，客運公司強調已經甲負責清潔的廠商討論改善的方法，但是效果無較好，嘛有可能會將狀況較歹的椅仔直接換掉，減少民眾對公車椅珠衛生的顧慮。記者林慧婷嘉義報道。來看高雄市教育局設立社會證書學習資源中心哦，今仔佇高雄的河堤國小掛牌成立。中心負責培訓南部縣市的老師來教學生證書管理，那麼做伙來了解。高雄市教育局佇咧高雄河堤國小正式掛牌，這是高雄市頭一間佇咧國校仔內底成立的社會證書學習資源中心。雖然國校仔囡仔也未進入社會，也毋過會使提早學習複雜的社會，了解其他人的想法，甲老師做伙學習應用。第一個，我覺得老師自己要幸福，因為他要幸福的話，他才有辦法在課堂當中帶領我們的孩子來做情緒的學習。社會證書學習資源中心會培訓南區政治教師，再個傳授予國中小也個高中生，予學生囡仔自平常時就法度自我自覺甲管理，會知影觀察社會也個有人際關係，提升個人甲人互動的心理素養。先去學習好如何控管情緒，也做一個很棒的身教，帶回到學校才可以讓孩子們受惠。佇咧教育界定定傳出校園暴力的代誌，或者是老師甲學生冤家路窄，學習社會證書，目標就是營造友善的校園環境，提升教職員也個學生的身心健康。正向的人際關係，更重要的是這個媒體識讀，不會被錯誤的網絡資訊影響。面對現代社會科技變動，網絡世界也個有人工智慧的影響，學生接觸的日常愈來愈複雜，未來就愛會曉觀察。教育部已經將社會證書學習規劃做本年度教育重點的政策，未來會佇各縣市辦理來成立。學師生攏會使就近學習人甲人之間相關的自我管理。記者綜合報道。
來看南投的德山哦，是台灣竹甲產業的故鄉。民國60多年上興的時期，有2000多間哦做竹甲製品的工廠，即嘛剛剩30-40間，也毋過大家攏真認真在拼轉型，望講竹甲的工藝會當來繼續傳承落去。愛算好下落吼，伊才會安尼，有無90度？做竹椅的羅師傅，一德山已經做40幾檔啊。伊哪做哪幫遊客來解說，希望較儕人會當了解竹椅的製造過程。根據農業部林業試驗所的資料，全台灣竹產業上興旺的時陣，有2000多間和竹仔相關的公司工廠，竹產就佔60%以上。啊，毋過現此時加上青創品牌，量基約才剩30-40間爾。豐盛的時陣是60幾年遐，竹山店幾乎家家戶戶攏有咧做竹仔外銷。未來竹藝會愈來愈無人做，因為幾乎竹山遮第二代攏無做較濟啦。少年輩有家己的想法，除了傳統的竹藝，嘛做杯仔、器皿仔、腳踏車架仔。甲文創延續這個產業，政府除了替老師傅開課，到推廣傳統的工藝，嘛推動和竹仔相關的旅行，希望會當帶動地方其他的產業做伙發展。在這個時代有這個時代的樣子，所以我們就用這個時代樣子的茶文化或者茶體驗分享給大家。比如講，我若接着較大食大的時陣，我邊仔的工廠就知影講，我只要食大，我就會分互因做，大家來共好，這個產業才會愈做愈好。我們的環境永續，或者是我們這個碳匯的部分，那以及到我們青農的輔導，我們都持續在推動當中。那期待能夠為我們地方的這個竹聯產業呢注入一股不一樣的新的活力。透過政府支持，加上在地人有心，竹山會當改變傳統創新，希望走出一條永續的路。記者楊秀蘭台報道。這兩天哦，受到太平洋高壓的影響，台灣各地各有朋友金門馬祖，大部分攏是這份好天的天氣。東南部地區恆春半島會落淡薄仔雨，過到北部各有南投到嘉義地區，嘛有部分所在有可能會落大雨。咱來看今仔日報詳細的氣象資料。北部地區上低30度，上懸36度。中部地區上低31度，上懸35度；南部地區上低31度，上懸35度；東部地區上低29度，上懸34度；華島地區上低29度，上懸32度。再來看未來3天的天氣。感謝觀眾朋友收看《公視台語台下晡新聞》，我是陳淑君，明仔載下晡3點，咱再會。